各位乡亲，大家好，我是廖弟，今仔日搁要来甲大家讲笑话。如果若准备好，咱就开始。阿嬷，啥物叫做现世报？我看咱来宝贝请是哪做啦？根据我这阵对新闻的了解，有一个国家强迫维吾尔族的人食猪肉，结果家己着猪肉，创甲规国拢无猪肉人吃，因唔互香港人滴喙暗，一声创甲因全国的人拢爱滴喙暗，有钱阁买无呢？因用旅游的人口去威胁每一个国家，起码每一个国家拢禁止因坐飞行器过来呢。唉。这现世报总是来了紧啊！大家好，欢迎收看66新闻，我是主播廖弟。今仔日要来甲大家分享2020同危险的数字是啥物呢？互恁3秒想想。答案是5甲4，有啥物呢？因为武汉市啊！阿弥陀佛啊！恁这出家人太容易破戒开荤啦！我这盘是素鸡啦，我这是素鱼啦。哈，师傅啊，你口味较这重啊！恁唔通误会，我这素人啦。影片到这结束啊！恁若介这影片，请分享出去，顺续订来看。要 Camper 明日暗时6点准时好播影片，刷。